大家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做伙来看到这头做猫，猫后猫第7条。这个猫就买的意思，买货咱会当讲是猫货，啊那货全部买落来，咱讲总猫。另外这个猫有包工课来做的意思，咱讲猫工师。另外一个音读做无，像咱讲无益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毛头，这个意思就是包厢。另外咱常常听人讲做生意一条龙，意思就是毛头兼毛尾总包。第二个词读做毛货底，会当讲是经货底，意思就是甲人剩的货全部拢用较俗的价钱买落来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比如讲阿明做生意头壳实在有够钱，唔那是甲人毛货底来卖，佮家己毛头毛尾来兼送货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毛，另外佮有一个音读做无益的无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